新一季英超咧就已經開咗波啦。今集咧，我想估下前半季踢完之後咧，英超前六會係邊六隊？有一隊咧，我係完全冇擺入前六啊，甚至乎我覺得咧，佢可能會喺啲中游嘅位置啊。邊一隊？最後先講，由第六隊開始講。第六，阿士東維拉。維拉咧，今個夏天咧換血個幅度咧係非常之大。摩根羅渣士去咗車路士啦，泰利文斯去咗曼聯，甸尼就離咗隊。最新咧，干沙咧都過咗阿仙奴。幾個重要位置咧，一次過咧要重新分工。咁相反咧，加咗啲咩人咧？祖奧高美斯啦、文森比啦、路基尼啦、尼木彩葉，再借咗加拿曹。睇嚟艾馬利咧就想趁今次機會咧就重新換血，順便將成隊波後生化。踢法方面咧，我估咧基本陣式仍然係4-2-3-1，冇波咧可以落翻4-4-2，防線咧亦都推前，前面咧就係封住對手出波，一搶到咧就即刻做反擊啦。今季咧最值得睇嘅位置咧，我覺得咧係左邊。摩根羅沙士走咗之後咧，維拉咧需要有人咧補翻嗰種直接性啊、俾波啊、走位啊，而加拿曹咧係幾適合呢個位嘅。佢最強嗰幾樣嘢咧，一直都好清楚，快、敢一對一，識得攻後衛嘅身後，對手嘅閘位咧推前嘅時候咧，佢就跑去身後，對手縮後咧就攞住個波咧直接去推佢過佢。艾馬利咧係唔需要佢做太多嘢嘅，只要咧佢將個角色咧係收窄，集中咧就做佢最強嗰幾發。摩根羅渣士咧以前咧就係最好嘅例子。維拉當初買佢翻嚟嘅時候咧，價錢真係唔高。艾馬利咧睇中佢嘅身體質素啦、大波啦同埋直接性，然後慢慢咧將佢咧推去更加中間嘅位置，最後咧由一個有潛質嘅球員，大概8M 到啦，變成咧117M 嘅球員。加拿曹咧就未必好似羅渣士嗰種踢法嘅，但係艾馬利咧的確係其中一個咧最有機會咧重新用好佢嘅教練。而中場咧就另一種踢法啦，以前咧就有泰利文斯啦，可以慢慢整理同埋控制節奏，而家咧就未必有以前咁細緻啦。但係祖奧高美斯可以搶啦，卡馬拉可以平衡，文森比可以推前個波，跑動會更加多，踢法咧亦都會更加直接。前面咧，只要威堅斯繼續留隊咧，佢依然係咧最有能力入波嗰個。另外咧，值得留意咧就係有17歲嘅白賴人馬祖，維拉年頭已經簽咗佢噶啦，而家咧終於咧可以正式咧註冊佢落場。杯賽咧可以俾機會佢，或者咧最後20分鐘咧等對手攰咧先至放佢落去，而佢發揮咧就更加大。維拉而家最大嗰個變數咧係磨合。一次過換咁多人，要幾耐先至可以夾順隊波呢？但係咧有艾馬利喺度咧，我仍然相信咧佢哋今年咧係有能力守住前六嘅。所以維拉我排第六。第五位熱刺，熱刺咧就買咗好多嘅球員，其中特別值得留意就係當拿利啦、馬迪奧斯費蘭迪斯啦、雲希格啦，免簽咗新尼斯啦、羅伯臣。而最新咧熱刺咧已經買咗沙維奧啦，同埋咧馬莫殊。咁可以咁講啦，迪些比手上邊嘅中前場選擇咧就好多啊。迪些比嘅陣式咧，一般咧佢喺白禮頓嗰時咧都踢開咧就4-2-3-1嘅。我相信咧佢亦都會沿用呢一個陣式嘅。咁但係攞咗波去進攻嘅時候咧，有機會就踢3-2-5啦，後邊就會擺3個啦，中間2個，跟住咧前面咧5個人壓住對方嚟踢。佢咧就最中意咧就喺後場咧開始引住對手咧出嚟逼。龍門攞住個波，對手一壓上嚟咧，就係佢最想要嘅時機，一腳咧就交去中場，而當拿利咧就好適合咧就做中場中間呢個連接點啦，一逼埋嚟，佢就可以攞到個波，然後咧佢可以做一腳波啦、俾邊啦，亦都可以向前長傳咧，佢亦都好勁。咁所以咧，其中另一個受益者咧，我覺得會係麥迪臣。以前咧麥迪臣咧做好多工作咧，就係翻去後半場咧攞波。咁而家有當拿利，亦都有馬迪奧斯費蘭迪斯咧，而麥迪臣咧就可以企翻前啲，甚至乎咧入禁區去做射門。咁中場同中堅之間呢個位置咧，就可以俾當拿利做啦。而古道斯咧亦都可以做翻佢最擅長嗰樣嘢。迪些比嘅踢法咧就係將對手咧引去中間，然後咧將個波咧就送去邊度咧，製造1對1嘅情況。而古道斯咧就正正可以喺呢個咁嘅踢法裏邊咧發揮得最好。之後如果沙維奧咧嚟到嘅時候咧，兩邊單打嘅能力咧就會更加強。
只要咧兩隻翼咧可以做到拉到空位咧，理察利臣咧就有佢嗰個作用啦。佢除咗有技術之外咧，亦都肯逼肯撞，同埋咧佢把握能力都好強。所以理察利臣同埋蘇蘭基咧可以輪住踢，兩個都有好強嘅頭槌啦，同埋把握能力，甚至乎咧落後緊嘅時候咧可以兩個一齊出。而後防嘅收購咧亦都配合咗迪些比嗰個要求，新尼斯係左腳啦，而雲希格就係右腳，兩個咧嘅控球能力都好強嘅。所以咧今次熱刺咧喺買人收購方面咧係同迪些比嘅踢法咧係對得上嘅，所以我排佢第五。第四我擺利物浦。利物浦咧今季咧已經換咗好多核心球員，沙拿走咗，羅伯臣走咗，哥拿迪走咗，居迪斯宗斯咧就會去國際米蘭。佢哋引入咗積基特啦、蒙路斯啦，借咗阿拿奧河，亦都咧簽咗巴高拿。佢哋而家最新咧就想搶白禮頓嘅文地，但係而家最明顯欠缺嗰個位置咧依然係邊路。但係如果巴高拿嚟咧，咁相信咧喺邊路嘅位置咧都可以解決得到。另外值得一提咧就係伊拉奧拿啦，佢最常用嘅陣式咧亦都係4-2-3-1，佢嘅踢法快啦、直接啦，而且咧防線咧推到好前嘅，對方咧一失波咧就即刻要去做逼搶噶，自己一搶到咧就要好快咁將個波去運去前場。咁呢個踢法咧就好啱啊伊薩啦。伊薩咧不嬲個踢法咧都唔係企定定咧等人餵波嘅9號，佢識得拉出去，同埋咧識走咧中間嗰個盲眼位啊！一搶到個波咧，前邊咧就即刻會有人跑啦。呢個咧亦都係伊拉奧拿最想要見到嘅效果。伊薩一跑咧，對方嘅中堅咧自然咧就要跟住去跑，而中堅一縮咧或者一退咧，中場同埋後防之間咧就會有空間，而呢個位咧就最適合沃斯去做嘢啦。所以咧今季咧利物浦球員裏邊咧最有機會咧爆嘅應該就係沃斯啦。伊拉奧拿嗰個4-2-3-1陣式咧，可以俾佢做翻8號，亦都可以咧踢10號，個活動範圍空間咧就會自由好多啦。再加埋巴高拿啦，或者再簽多個翼鋒咧，前場個結構咧就會清楚好多。兩邊拉闊啦，伊薩咧就喺中間嗰度遊走，或者走去左邊，沃斯咧就喺後邊揾啲位、攝啲位，蘇布斯拿爾咧就褪後少少，或者咧做一啲遠射。而阿拿奧河咧本身咧身位亦都好好，亦都好適合咧係一個高位嘅防線。條防線咧推得前咧，身後自然有空位啦。而阿拿奧河咧，相信咧係包雲迪克嗰個身後位置咧，佢嘅能力係足以應付嘅。所以咧，利物浦最大嘅問題暫時咧係磨合新教練啦，加埋沙拿、哥拿迪、羅伯臣、居迪斯宗斯全部離隊，攻守兩邊都要重新分工。但係要留意翻咧，伊拉奧拿個逼搶咧係非常咧重視體能同埋契，只要後邊有一個人犯錯咧，成條防線都會影響到嘅。所以咧季中咧未必係利物浦最強嗰個時間，但係去到季尾咧，利物浦咧應該會仲上力多啲。但係如果講前半季咧，我估佢可以去一啲較前嘅位置，但係咧又未必去到榜首，所以我排佢喺第4。第3車路士。車路士最大一宗收購咧就係摩根羅渣士。117M 由維拉直接買過嚟，另外咧簽咗35歲嘅韋碧克同埋軒達臣。左閘方面咧，古古尼亞咧就去咗皇馬，但係咧我哋有客圖可以踢左閘，亦都可以咧踢左中堅。如果沙比亞朗素踢3個位咧，客圖係完全可以勝任呢個位置嘅。咁我覺得咧，沙比亞朗素咧亦都會沿用翻咧佢喺利華古遜咧成功嗰個陣式，即係3-4-2-1。3個中堅，2個翼位。我估沙比亞朗素咧會將佢成功嗰套方程式咧就由利華古遜咧帶嚟車路士，即係踢翻3個中堅，2隻翼位。卡斯道咧就踢防中，而前邊咧就踢單箭頭。卡斯道前面嗰2個中場係邊個咧？好明顯咧就係彭馬同埋摩根羅渣士啦。上季咧彭馬咧俾人睇穿晒，只要咧對手限制住高爾彭馬咧，成隊車路士嘅創造力咧就會跌咗一截。今季咧多咗摩根羅渣士咧，對手咧就冇咁容易咧可以集中咁處理一個人。摩根羅渣士咧可以自己帶個波做突破，亦都可以俾波。咁所以咧彭馬就會多咗空間，而摩根羅渣士最殺食嗰個位咧就係佢可以殺入禁區，又可以擺去左手邊咧，自己就做一啲突破，帶個波入禁區。
所以沙比亞朗素成套3-4-2-1咧就會有好多變化。高爾彭馬咧又可以喺右邊切入中間啦，而摩根羅渣士咧又可以喺左邊入中間，兩個翼位咧就負責拉闊佢。祖奧柏度咧就擺喺最前做串連，亦都可以入禁區咧就埋門。中場核心最重要咧就一定係卡斯度噶啦，佢可以踢防反，亦都可以搶第二點，亦都可以咧補翻翼位身後嗰啲位，而逼搶咧亦都係佢嘅強項啦。1對1嘅對抗咧，成個英超咧，我諗佢都係數一數二。呢幾樣嘢加埋咧，亦都令佢咧成為咧沙比亞朗素嗰套體系裏邊咧最難取代嗰個中場，而佢係好少受傷。另外，車路士仲有一個幾大嘅優勢咧，就係冇歐洲賽，其他前列球隊咧週中要踢歐聯，而車路士咧就有完整嘅時間咧就做訓練，同埋咧適應最新嘅陣式。只要佢哋適應咗3中堅個陣式之後咧，我相信佢哋嘅發揮嘅空間都好大嘅。所以車路士咧我會排第3嘅，而第2咧我會排曼聯。曼聯咧今個夏天咧差唔多成條中場線咧重組嘅，泰利文斯35M 買翻嚟啦，山道士接近50M 由車路士買翻嚟。另外咧曼聯咧已經傾好咗巴利巴，大概70M 咧買咗佢翻嚟。而呢3個人咧會令卡域克咧手上面咧就多咗好多中場嘅組合。上季卡域克接手曼聯之後咧，最明顯改善咧就係球員同球員之間個距離啊！以前咧曼聯咧成日有一個畫面出現，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就係咧前面3個出去逼，中場就冇跟住去逼，後防亦都唔跟住推前，結果咧係中間空晒啊！只要對手咧喺嗰個空間嗰度咧攞咗個波咧，就可以直接咧就對住2個中堅。卡域克接手之後咧，第一時間就係處理呢一樣嘢。邊一個出去逼搶咧？後邊咧係要埋身去逼嘅。中場一壓上去咧，後防跟住推前，踢4個後衛，4-2-3-1或者4-4-2都好啦。攻上去嘅時候咧，可以進取少少。有時你留意到咧，曼聯上年咧攻上去嘅時候咧，有機會咧踢咗3-1-6，而巴利巴喺卡域克呢一種踢法裏邊咧係好好發揮嘅。首先佢夠快啦，佢覆蓋嘅範圍大啦，同埋佢搶波係好強嘅。自己亦都可以帶個波咧，係衝入去撳，對住強隊可以用巴利巴加山道士去逼搶。想攞多啲控球咧，可以用巴利巴加泰利文斯。如果想中場嘅組織咧更加理想嘅時候咧，可以泰利文斯加明內。咁班奴費蘭迪斯咧就可以推前啲。以前班奴咧身為隊長咧，要去後場攞波啦，要組織啦，要推個波去前邊啦，甚至乎咧起腳嗰個都係佢。而家咧呢個角色咧可以交俾泰利文斯，可以俾明內。巴利巴咧就係喺中場同埋中堅之間，再加埋山道士，咁班奴就唔需要翻後啦，佢可以長時間留喺中前場。只要班奴咧離個龍門越近咧，個威脅咧就越大。佢亦都可以俾啲好毒嘅波，俾安保姆、俾迪亞路、古亞，全部都好快啊，同埋咧識走位嘅。班奴只要攞到個波，一抬頭，兩邊同中間都有人可以攝入。而華舒福咧，亦都係好叻喺呢啲身後位裏面做突破嘅。佢亦都俾咗卡域克多啲選擇咧，尤其佢喺左邊嘅威脅性咧好強嘅。只要佢踢翻起咧，佢係真係幫到曼聯。今季咧雖然冇咗卡斯米路，但係咧加咗3個唔同類型嘅中場咧去代替佢，所以其實曼聯咧呢一種穩定性咧係我幾睇好嘅。所以我排曼聯第2，第1阿仙奴。阿仙奴今個轉會窗咧主要幾個收購啦，第1基馬利斯啦，第2索利斯啦。另外咧亦都簽咗干沙，干沙咧就即買即用噶啦，因為沙利巴咧季初有傷，而天巴咧亦都係有傷，咁所以咧干沙咧除咗可以頂中堅咧，亦都可以踢右閘。阿仙奴咧季初最大嗰個優勢咧係成個體系咧已經成型，同埋佢係最穩定嘅。迪勤懷斯啦、蘇比文迪、奧隊、沙卡、加比爾呢班人咧，其實大家咧夾慣夾熟，幾時逼邊個做補位，中場幾時收埋嚟，兩隻翼幾時上，後防幾時要推前。阿迪達根本唔需要重新教個隊波，隊波已經有默契，而個贏波體系咧仍然喺度。而基馬利斯咧可以做8號位啦，可以褪後一格攞波啦，而佢可以逼搶啦，護波能力好強啦，可以俾直線啦，亦都可以殺入禁區。本身咧阿仙奴已經有迪勤懷斯，亦都有蘇比文迪，再加埋基馬利斯咧，
中場咧可以因應咧唔同嘅對手咧做組合，翼鋒咧就有索利斯啦，而馬天尼尼亦都留隊，右邊有沙卡、馬杜亞基，而索利斯喺社區盾咧亦都證明咧佢係一個好有把握力同埋好快適應到英超節奏嘅球員。另外再提咧就係阿仙奴嘅死球戰術啦，死球教練咧祖華咧帶住呢套死球戰術咧踢咗幾年噶啦，而咧每一年都有唔同嘅變化，近處啦、遠處啦、金鐘月台戰術啦，第一點、第二點，佢哋嘅死球戰術咧，我相信係練咗無限次噶啦，而亦都有成效喎。所以我前半季咧，我相信阿仙奴咧係好有優勢嘅，因為好多球隊咧，佢哋又要夾呢樣又要夾嗰樣，領隊又換，球員又換，但係阿仙奴咧都係嗰個班底，而且咧係勝利嗰個班底，所以咧阿仙奴咧一定係排第一嘅。咁大家都可能留意到啦，曼城咧係冇前六嘅，點解咧？你睇翻曼城啲球員，曼城唔係冇好球員啊，夏倫、霍頓、卓基全部都係頂級球員。今年咧仲用咗116M 買咗艾利亞士安達斯，但係今年咧佢哋失去咗哥迪奧拿同埋洛迪、賓拿度施華、史東斯、列達斯、尼敦拿基，而沙維奧同埋馬莫殊咧亦都會走。哥迪奧拿喺曼城教咗10年，成個體系由個龍門組織去到前場，全部咧都好似咧已經係自動波噶啦。而球會買咩球員咧，亦都係圍繞住哥迪奧拿呢一套足球理念咧去建立嘅。而家馬利斯卡接手咧，要重新做好多部署。馬利斯卡係想咧踢翻哥迪奧拿嘅體系嘅，由後場咧就開始咧引人嚟逼搶啦，中場咧製造人數優勢啦，然後咧交俾兩邊拉闊個空間啦。基本上可以講話照抄哥迪奧拿。但係英超咧呢一個咁具競爭性嘅聯賽咧，細節差少少咧已經足以咧影響結果。尤其咧踢呢個體系咧冇洛迪，洛迪係世一防中啊，佢決定咧曼城幾時快幾時慢，幾時做直線，幾時咧留住個波。佢個位置感咧可以話係世界裏邊咧係頂級嘅。佢幾時做補位，但係安達臣咧唔係呢種球員嚟嘅，佢亦都做唔到洛迪所做嘅嘢。佢係好全面啊，佢又跑得又搶得，又可以攞住個波。但係佢上年踢諾定咸森林㗎咋，而家踢緊曼城啊。賓拿度施華同洛迪都走晒，佢一個人要頂住成條中場，會唔會對佢要求太高啊？再講咧就夏蘭都會受到呢個身體係去影響。佢最恐怖嗰個武器咧就係第一時間咧攻後衛嗰個身後，但係最緊要就係有人俾到波佢嘛。而家安達臣咧可以擺到喺中場，但係個問題咧，你有冇人俾波夏蘭啊？你要入到波先可以贏波噶嘛。人哋只要 mark 死你個夏蘭，你入唔到波和波，甚至乎咧後防唔穩陣，失一兩球，咁咧攞唔到分咧，個排名就唔會喺前六。所以我會進取少少，擺曼城咧排第7，甚至乎咧係第8、第9、第10。咁我哋睇完前半季翻嚟對答案，留言俾個 like、subscribe，多謝支持。